呢晚有線節目《怪談》進行拍攝嘅工作，主持梁思浩同埋阿夢岑寶儀，連同製作組仲請嚟8大名師助陣拍攝招魂。起初拍攝嘅時候一切都好順利噶，但係突然間喺中途主持之一嘅阿夢突然間失常，發狂咁大叫，衝向海中心尋死啊！阿夢衝出海啊！真啊！阿夢啊！阿夢出咗事啊！可唔可以其他師傅幫手？阿夢出咗事。好彩最後有4名嘅工作人員合力拉佢上岸啫，師傅隨即就幫阿夢驅邪啦。但係佢身體不斷抽搐同埋神志不清。另一位主持梁思浩就非常之憂心啦。其實究竟佢發生咩事呢？我同我啲師傅傾偈，因為咧有啲師傅就話，阿夢係失咗嗰個理智，係俾啲水鬼扯落海。我希望透過你哋咧，話俾所有嘅小朋友聽，或者一啲中意同靈體接觸嘅朋友聽，其實鬼有陣時都幾可怕，因為佢唔知道佢會揾你做替身。所以切勿模仿我哋嘅所有節目，因為你見到我現場咧有好多嘅人，同埋有師傅，無論係碟仙又好啦，我哋剛才玩嗰啲嘅招靈都好啦，切勿模仿。而阿夢休息咗1個鐘頭之後，我哋就嘗試去問下佢啦。阿夢，你記唔記得啱啱發生過咩事啊？師姐同我講話，我跌咗落海。咁你而家感覺點樣？當時嘅感覺係點樣嘅？我好攰咯，跟住之後醒翻好多人，但係中間就唔知道發生咩事。一醒翻有好多人，有人嗌我咯。咁你而家嘅感覺係點樣嘅？清醒翻未啊？你個人好攰咯，有啲想嘔。呢件事睇落真係匪夷所思，是真是假，真係交由觀眾自己定斷啦。